玉米粉皮染上高丽菜，这是素的冬季包。虽然做的过程亲像一般的菜包，不过刻景先跟元宝的模样就真无同款。这个是虎城迎接冬季传统的习俗。当然，除了素的毛包肉、香菇甲两仁的炒的。虽然冬季包由来已经无法度可测，不过老一辈表示，冬季就是铺圆仔、吹包仔、食甜配咸，所以业者伫冬季进行接受预定，要互民众借出制作保平安，这一个愿望。因为它那个一年采一次，而且就是说，也是我们台湾的传统啊，就是一年只有一次啊，就是很新鲜，就那样子，就是一年只吃到一次，而且这个就是还蛮抢手的，就是要预定才有，而且要提早预定这样子，嘿。这个能制作吗？对，就是要拜拜啊，就是我们传统的习俗啊，所以就是还蛮特别的。冬至包我们都是应景的，只有在冬至这3天，只有卖这3天而已。那其他一般我们的日子就是没有再卖个冬至包。那一般这个冬至包跟差别是说，你看它这个有一个像半月形，那酷似像金元宝的造型。那冬至到了，也代表过年快到了，所以大家觉得吃这个，大家觉得有一个金元宝，也可以说还可以发财那个吉祥这样子。冬季包是冬季应景食米，所以业者一冬只卖前3天，对备料到吹好热滚滚相当的高工，一粒平均大概4点钟，所以业者拢是限量，也无做走卖离。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制作了，那刚好冬至啊，在我们这3天的订单非常的多啊，所以我们手续也非常的繁琐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人家来受理，我们都是没办法再接了啊，因为一批货了大概我们做起来大概要4个小时这样子。那现在寒流冬天的话，那变成我们可能会更延长4到5个小时，会跑不掉，所以我都大概半夜3点多就起来做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辛苦了。一粒25块的冬季包嘛，成为业者为了应景现主时全力赶工的焦点。台湾新闻，军旗林明光采访报道。